讲到这交通安全来看，是大人呢，就是因为行路有较慢，所以过车路无通像少年人遐尔溜达。伫新竹市呢，是有设敬老爱心青红灯的服务，只要这市民有敬老卡，也是讲爱心卡呢，伫感应的所在轻轻甲比一下，安尼就当增加10秒的时间，通好过车路。 摕出敬老卡，轻轻比一下，路口的青红灯秒数会当增加10秒，让时代会当更加安全通过车路。这是新竹市民才有的服务，大部分的时段对这个大型的服务拢较足满意，但过也是有人提出无同的意见。多做这个10秒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安全的、很合乎的了。对老人家是行动不方便的，是只有 好处，我觉得刷卡不是治本，因为你刷有的忘了带，或是有的这个刷那一个又刷。这些是大人因为行路较慢，过车路无通像少年啊溜达。全台湾第一个专门为时代设计敬老爱心青红灯，就设伫咧新竹市中央路甲文化街路口。新竹市府目前是先选伫咧 时代定出入要便宜头前，希望讲提升时代甲行动者的安全性。长辈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其实常会被红绿灯的秒数这个弄得很紧张时间不太够，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择这个路口，然后透过系统还有这个工程厂商这个的一个整合界面的整合完成了透过敬老卡跟爱心卡这个只要来逼一下就可以延长10秒的这个绿灯行人绿灯的秒数。 除了增加青红灯秒数，另外也特别装放大版的交通号志，方便时代看。只有指出会看这次的状况，搁再伫其他路口设立敬老爱心青红灯，创造出时代甲行动无方便的人的友善环境。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